港人置業喺中山，中山置業揾文仔啊！咁啊好匆忙啦，咁啊出咗2期視頻，我聽講嘅反應真係都非常之巨大嚇。咁其實文仔嘅思路係點嘅？我簡單介紹下。咁啊而家咧就喺火炬區靠近東區嘅呢一個叫做紅隧一品嚇。咁呢一集咧就叫第3集。咁上一集咧就富日城 Top Park。咁咧仲有靠近東區嘅有其他樓盤嘅。咁總共咧預計有6到7個片區，咁分別係西區、火炬區較東區、東區、石岐區、南區、火炬區嘅太陽城片區以及港口，呢個係目前文仔買2手樓可能會比買1手樓好嘅一個整體思路。咁當然啦，我中間會加插好多啲口播視頻，同大家講解下喺中山嘅房地產交易嘅注意事項啊，咁啊以及咧喺中山買樓嘅避坑指南啦，等等等。咁啊第3集咁就講緊紅隧一品。咁嗱，其實如果我哋呢邊咧去富日城 Top Park 咧，嗱我大概導航下啦，只有2.1公里嘅啫。你留意下就係一個大概就呢邊一個紅綠燈，呢邊中間有個紅綠燈，2個紅綠燈度 ，OK， 大概係2公里。咁尋日介紹嘅富日城咧，咪2期有工地嘅，我相信好多香港朋友仔咧，可能都會唔係好中意。咁呢度就冇啦，成個紅隧一品下，佢冇好高端嘅園林，但係個抬高成排，同你做個好靚嘅園林出嚟。咁兼且嗱，你背邊咧仲有個公交站嘅。嗱呢度我行落略略介紹到整體嘅配套，其實都幾發達嘅。對面係一個萬畝大盤上城嚇。對面有肯德基，有肯德基。咁整體嘅一個商業配套咧，其實陸陸續續咧會成型嘅。咁咧而家咧就想同大家講緊呢一個會所產品紅隧一品嚇。咁當年喺深圳開盤賣到天價咁高，亦都係周邊當中唯一高端樓盤當中，譬如德寶怡高啦、富日城君悅啦、紅隧一品啦，即係唯一嘅一個帶裝修交付嘅產品嚇。咁而家售樓部賣緊嘅產品就係咩咧？嗱，俾大家睇睇下。當年嘅天價產品，而家115平方米嚇，賣緊11999，見到未啊？無批價8樓。嗱，今日文仔有間屋睇車，文仔推薦嘅一間屋2手。嗱，我想表達一樣嘢就係咩咧？首先，佢係同一個屋苑白，咁即係簡單講句，佢樓齡係一樣咁新嘅。咁而家呢間屋咧住咗少段時間啫，等於佢係一個次新樓。咁而家12,000蚊一方，但係無批交付。咁我介紹呢間屋19樓，樓層比佢好嚇。27樓，唔係19樓，27樓樓層比佢好，仲要帶埋精裝修，單價9500蚊精裝修。咁我計過條數。呢一間單位最少幫你慳咗28個，28萬其實喺國內係好好用啊！你牛逼！留意成個小區嚇，紅隧一品係成個屋苑係抬高咗上去，呢度大概係9米幾嚇。我哋上扶手電梯上去呢，嗱，而家面對嘅呢一個園林嘅小區，即係落邊呢係一個會所產品嚟嘅。咁產品做到相當好。有4個泳池，2個室外，2個室內，仲有恆溫泳池嘅，總體感覺非常之好嚇。我陣間可以走一個小小嘅航拍上去，俾大家睇睇而且咧，佢係本自己發展商嘅一個物業配套嚟嘅嚇，全部都係60年。而家國內已經係好智能㗎啦，有人形。嗱，呢邊就有個會所，落邊我哋陣間入去睇清楚就係啦。咁嗱，我哋睇翻先。麻煩你，我拍個視頻。在哪裡拍啊？到樓層還是？27樓，2手樓嚟嘅。27樓。嗱，咁咧而家咧我哋嚟到呢一個門口咧，一出到嚟見到未啊？呢一個咧就係一個會所嚟嘅。咁咧非常之擁有東南亞嘅感覺，當其時設計師花咗好多嘅心思，配合棕櫚樹等等嘅一個整體，令到成個屋苑係相當之靚嘅。咁目前我哋企緊嘅呢個位置就係1樓嚟嘅，落邊係一個會所產品。
陣間我走個空鏡俾大家睇睇。嗱，成個園林綠化率喺周邊咧係相當高嘅，整個屋苑有12棟樓嚇，我同大家略介紹下。咁啊，而家咧好多人已經入住咗啦，現樓就肯定係噶啦。啊，咁入到嚟呢邊咧有一個長廊嚇，總共有12座樓，加埋一個商業體。呢邊咧就紅隧嘅一個小學，即係呢一個小區可能好多香港朋友我唔需要學區，唔需要書包，但係佢有，係佢個增值嘅一個部分嚟嘅。啱啱過完國慶，啱啱過完中秋節嚇，咁啊掛滿晒燈籠嘅。成個小區，如果我哋成個航拍機上到去咧，係個屋苑嘅綠化咧係相當靚㗎，啊，非常之正。咁嚟講咧嚇，呢一邊咧係一個兒童嘅遊玩區，啊，咁咧嗱，如果嚟數嘅話咧，物業就喺嗰樹，咁咧嗱，稍等一陣嚇。呢邊係一座嘅1、2單元，2座。咁喺售樓部賣緊咧就3、4座，咁呢邊係樓王單位嚟嘅，係咪先？我哋喺上邊睇翻落去嘅整體嘅感覺，睇下得唔得先？之所以點解咁多香港嘅朋友中意呢個位置，其實佢係好有道理同原因嘅，啊，非常之正嚇。周邊成 part 嘅環境睇落都係好正嘅啦。我哋喺上邊睇翻落去會所，係咪好正先？超正 ，OK 嘛？而家係下晝嘅16:54嚇，一入到嚟對兩個呢度一個噴水池，成個嘅一個叫做風水設計咧，都做到相當好嘅。會所咧由嗰邊嚟啦，呢邊係瑜伽室，呢邊係六邊咧係兒童池嘅室外，呢度咧就係嗱，睇下可唔可以睇到少少，就係呢邊係一個室內嘅泳池，咁我就唔點樣落去影啦。嗱，而家都有人營業緊嘅，咁呢邊就係室外嘅。即係講真啊，你喺屋企有呢一種好似度假嘅感受咧，其實周邊嘅樓盤咧真係屈指可數嘅。啊，望一望先，呢度會所，呢邊係樓王，呢邊係一座。咁我介紹嘅單位就係呢一座啦。望住成個嘅一個中軸園林景觀，非常之正嚇。咁咧其實同一個樓齡住過一陣啫。如果真係唔介意，啱28萬喎。嗱，我哋睇睇呢一屋生成點先。呢個業主相當爛約，因為咧暫時係短期出租咗嘅。但係呢一間屋咧就我所講嘅，啊，售樓部賣無批，而家精裝仲平28萬，就係呢個單位啦。啊，115平嘅洪水一品，入戶咧。左手邊咧係非常之大嘅一個廚房，啊，雙門雪櫃放喺一啲問題都冇。跟住第一個鞋櫃，跟住呢邊餐廳位。呢個戶型最大嘅賣點就係咩咧？呢個窗台咁大嘅一個窗台位咧，係形成南北對流嘅，同埋佢嘅開間非常之舒服嚇。重要就係一樣嘢係咩咧？售樓部嘅唔單止係無坯總價高，仲要係低樓層為主。呢一間屋19樓嚇。睇下成個城市，即係唔係城市景觀啦，即係小區景觀啊，非常之舒服啊！嗱，肉眼睇多就成個小區嘅中軸園林線啦。嗱，如果有時咧喺陽台飲兩杯茶、飲兩杯酒嚇，去思考下人生係非常之舒服嘅。嗱，房間格局都相當唔錯嘅，業主呢啲定製衣櫃一鏡到底嘅衣櫃都全部同你做好埋嘅嚇。咁嗱，有個衣櫃，有個1.5米床，有個床頭櫃，非常之舒服。嗱，兩圍嘅一個設計。啊，大概介紹下，我還是強調一句説話就係咩咧？而家大裝修幫你做埋櫃，整埋窗簾，有埋晒所有嘅床嚇，啊，仲要咁嘅樓層係平28個俾售樓部。咁你如果覺得呢個戶型冇問題，不妨都可以約文仔實地睇睇嘅。咁大嘅主人房嚇，衣櫃係做呢邊嘅，非常之龐大嚇。咁都好新淨嘅。咁我相信呢一間屋咧。一保養好，二樓層高，三總價平。咁文仔喺口播第一條片講到清清楚楚就係咩咧？不妨睇睇二手樓。咁多嘅香港朋友中意紅隧嘅，我相信好多，亦都係陸續聽過紅隧呢個產品嘅，都係更加之多嘅一個朋友仔會聽得到。但係有咁嘅品質感、咁嘅裝修，仲有咁嘅平嘅，其實真係嗰句
二手樓係唔差嘅，你揾文仔嚟睇啦，文仔帶你遊勻成個中山嘅一二手。文仔一路以嚟嘅目的咧，就想幫大家慳啲錢啫。好多嘅香港朋友喺中山置業，其實個無非都因為居住，因為中山真係一個非常之宜居嘅城市。咁其實咧我為咗幫你哋慳錢，大家可以繼續 follow 文仔嘅思路嚇。咁反正咧總共有6到7個區域係俾到大家嘅，我陸續慢慢拍。咁預計咧就1個星期就上4條視頻，分別係1、3、5同6。咁嚟講咧，希望我嘅視頻可以幫助到大家。咁而家咧係本條視頻係第3條，下一集我哋全部同你拆解我住緊嘅屋苑，叫做德寶怡高呢個小區。而家目前呢個小區咧，我同大家買個小關子先，係1手樓比2手樓平，所以下一集我哋播放1手嘅視頻。下期見，拜拜。